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以生产各类红砖出名苗栗客庄的红砖厂，寻找客家先民传承下来的工艺。那当初为什么客家人会看到这里的土壤是可以烧这个窑的？除了它是靠近原料的产地之外，这边也有很好的燃料，包括南庄的煤炭，然后我们这边的铁砧山的矿场有天然气，所以苗栗的这个砖窑陶瓷也可以说是窑之故乡。我看到前面有不同形式的砖，有些是在其他客庄见过，有些却很陌生。这个我在南部的客家庄中有看过，这个建筑上就是很像乌龟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有长寿的意思。它等于是可以透气，然后又稍微有点穿透的感觉。那我们另外像乌龟的部分有这个六角砖，这个六角砖一般我们就会铺在我们的厅堂，拼起来就像乌龟的龟壳，代表是长寿。这个比较常见，这是属于这个窑后雕。它可能就在我们厅堂外面的两边的墙壁，有这个类似蝙蝠的浅雕的砖雕，它就是象征福来嘛。对，天官赐福，或是这五福临门。除了几种造型不同的砖之外，易大哥说，当年这些富贵人家墙上的红砖也藏了一些故事，要我猜看看。有故事，可是因为它墙然后都已经填满，还是会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在里面吗？早期的长辈未雨绸缪，他可能会面临到所谓的饥荒，就在这个中间的填充的空间里面，他放一些糯米糖糕。那碰到饥荒的时候，把糯米糖糕拿来泡水，这样就可以度过饥荒。食物的银行。那不止这个，也担心说他以后这个家道中落，然后无以为生，他会在里面某一个夹层放了一些金银财宝。那我之后我要回我乡下阿婆家就是每面墙都要去给他敲看看，然后去看里面有没有藏一些金银财宝。说要回去找宝藏是个玩笑话，但是我真心觉得重要的不是先民留下多少金银财宝，而是留下一样可以流传100年的工艺，如同在苗栗传承了3代，并且会长长久久传承下去的红砖工艺。